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喜來呢個節目。今日大家都小解一解，當貼嘅解裏邊佢當為從歌，佢從中文歌，唔講佢也從客家歌。大家可能想到佢係馬莎，唔講你有人叫參加鬧熱大擂台，所以大家係講要看鬧熱大擂台應該是咪看到佢係馬莎咧？今日咧分享啲點解，裏邊佢寫呢個韋哲。大家好，我係韋哲，我來自聖露西亞。歡迎，很開心可以邀請韋哲來這邊上節目哈。我先簡單讓你給鄉親朋友來講，韋哲其實是10年前左右來台灣念書，對，然後念着念着就留下來了，對不對？沒錯。你也沒有想到你會在台灣待那麼久，完全沒想到，我一直期待畢業那一年就要離開。那時候我所有的密碼、手機啊，什麼 SIM 卡，就是2018年，就是準備要離開那一年。OK， 都弄好了，那為什麼沒有離開呢？對，就可能是緣分吧。我覺得可能剛要準備離開的時候，就可能遇到表演的機會，然後參加一個很大的比賽《森林之王》，對，然後就發現，哎，好像有機會留下來，就是繼續追我的夢想。因為其實我從小就很熱愛音樂，那來台灣主持就是把那個夢想放下來，就是還要先讀書 Plan A，OK， 然後如果沒有，就是你，如果我先讀完書，可能開始失業，然後發現真的沒辦法，不喜歡的話，我還可以做音樂這樣子。因為我爸媽小時候就很鼓勵你要先讀好書，先可能比較正常的學歷，或是經濟或者是會計等等，他們覺得音樂可能會太辛苦。我覺得從韋哲的嘴裡聽到這一段話，真的蠻特別的，這很像是華人文化，you know，就是很像是華人的父母才會說，先把書念好 ，OK， 你要做這個，然後你如果喜歡音樂，你再去做音樂這件事情，壓根事情。可是沒有想到你也是，所以就感覺上先把書讀好 ，OK， 我到一個小島。把書讀好，再回去我自己的國家做音樂。可是沒有想到在這裡反而有機會讓你接觸音樂，對不對？我們現在簡單講一下，韋哲是來自於來自哪裡呢？你要不要講一下你家鄉的名稱？這個聖露西亞，對不對？沒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很小的地方。對啊，我們的大概空間大概是一個台北市的大小，非常小。對，一個台北市這樣。台北市怎麼樣？然後我們的人口也不多，20萬左右，到20萬，大概這個木柵區，對，不多。我很熟木柵，因為以前在政治大學，所以我知道。然後非常非常熱，非常因為我們的一整年，我們天氣都是天氣是氣候是熱，是，然後因為是4面都是海，所以還是很舒服，很美，海很漂亮，然後我們人也可能是海的關係就很熱情，非常的 nice。然後其實我們的國家主要的是靠旅遊國家，所以每一年很多觀光客，好像到100萬的觀光客。然後因為這是非常美、非常漂亮。對，我其實每次回去，我就是會為什麼要離開？因為喜歡台灣，要回去了。不然我真的會想留下來。就是當然很多時候還是會想念家。當然。可是台灣算是我第2家。我正要說，現在很棒哎，一個人的一生能夠有幾個機會可以有2個 hometown 的感覺，2個家鄉。所以你有一個你家鄉是在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然後你現在還有第2個家鄉在台灣，對不對？對，因為通常我們都會問一些很老派的問題，就是你喜歡台灣嗎？當然喜歡，10年。你可以好好回答，沒關係。10年了。假設我如果有夫妻，我的老婆說：“你愛你老婆嗎？”我們結婚10年了，不然。我覺得。韋哲用個問題讓我覺得他非常的誠懇跟真誠，因為芒六節目的時間還是有問過，其實來講他很喜歡台灣，對，然後尤其是現在在這邊又可以好好的唱歌這件事情，幾乎從客家歌，等下好好的講一下。我們要先講一下，其實韋哲其實很有趣的地方是，就是你很喜歡表演，對，然後我聽他們分享你小時候的時候就愛表演，聽說上課的時候。哇，老師還特別讓你表演，就因為你電力太多了。電力太多，就是非常活潑、非常調皮的一個小孩。那老師就想說，好，我先讓你可能，因為我每次上課之前，可能全學校就要上台唱國歌或是一些
表演的东西，我就被点名。那每一天哦，你上台唱完跳舞，老师就说哦，你这样子消化你的能量，就可以好好上课，就是不会影响到其他同学。因为我小时候真的太调皮了，你是不是每天都要被老师点名唱歌？几乎。那到后面我不想的时候，我就乖乖的闭嘴。所以老师的策略是成功的。到最后如果表演太累了，干脆就先乖乖的这样子，对不对？对对。很可能冲谁是很喜欢表演，够抖的呀哈。所以在台湾，你除了念书，你也是唱歌，也是婚礼歌手，婚礼歌手，然后很多活动跟演出，刚好是可能大学大3或是大4年，就是那时候其实已经很困难，因为我经济系我们是用中文学的，所以你念经济，你念的东西好难哦，好难。对，然后我心里就是一个干脆不做了，就想办法做音乐，可是也没机会。经济已经很难，我还要读中文书，对不对？用中文去学经济，所以刚好有那个表演的机会来了，我说好。我很快就把握我的想办法有没有在台湾发展这一块。是 OK 好，所以你在辅大念了1年的语言学校，然后在政大也是念经济。没错。哇，你真的是自我挑战，对。但是 Gilly 他费生活，因为他念完经济之后，他现在可以留下来好好创作。我觉得梦想、唱歌、创作。有时候是体内一个因子，一个细胞，那是一个你没有办法挡住的东西。对，因为 you really want to do it， 就是你很想做它。动手的走低就是这样，所以去年才出了这张专辑，然后里面都是你的创作曲，都是我的创作曲，所以词曲都是自己。没错，然后有一些可能跟朋友合作，一两是跟朋友合作，然后这次专辑叫做 The Departure， 就是从家乡离开家乡到台湾，然后这10年的经历的一些故事跟情等感觉跟感情等等，就放在这张专辑里面。我想听众听的时候可以跟着我一起到这个旅程，这10年的旅程，不同的快乐或是不快乐的一些感想。然后这次整个专辑就是很多不同的风格，有 R&B 抒情歌一点点雷鬼是电影的风格，然后还有跟很多台湾的好朋友一起合作。然后语言的话有英文有中文还有母语，因为有一个好朋友是台语原住民阿布斯，他就跟我一起创作这首歌。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很有成就感。是，可以。所以那接下来会在你未来的专辑里面放客家歌吗？我想要，我真的想要。对，我觉得大家有听到哈，大家台港有躺刀，赶快合作的邀约，赶快来。对，所以为什么会突然唱客家歌，对不对？因为你看你的专辑里面有母语的歌曲、英语，对不对？然后有河洛，就是你刚刚讲的台语，然后有原住民语，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突然让你开始唱客家歌？好，我觉得。刚刚是时间点，然后刚刚我的个性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挑战，非常喜欢探索，就是不同的事情，就是 explore and learn about Taiwan。因为在政大我们也有学很多台湾的历史，还有听到可能客家人跟福建人，就是整个台湾的故事，就是我到现在就觉得好有趣，就是虽然一个小岛，可是很多不同的族群很有趣。然后刚刚在2020年的时候，疫情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人，一个钢琴老师，他就推荐，就是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唱客语歌，因为好像有一个表演的一个演出，有没有兴趣可以跟他一起合作？我想说。好试试看，因为疫情真的是没有工作，没有什么机会。好啊，有这样的机会，好试试看。然后一开始就是，当然很难，因为是一个一样没听过，一听完还是听不懂的一个语言跟音乐，那就慢慢就是找老师，慢慢去了解客语歌。然后刚好是我学的第一首歌，哈卡本色。OK。对。然后这首歌的国歌对不对？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客家人的历史，就是怎么到台湾口山不台湾或刚刚点没有钱，没办点钱，然后就他慢慢就是努力跟很认真在过生活，想办法起来，就觉得哇，我非常欣赏客语歌、客家人，然后有这次的机会能够学客家歌，然后我觉得很棒。然后我上台唱完这首歌，客家那些人说哦，
好酷，好棒啊！长这样。他们是真心的，这真心的，真心的，因为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不会乱唱，我觉得我要唱到你很认真唱，很认真唱。然后我因为很辛苦，很努力做，看到大家的回应，我就觉得 yes， 做到。但你知道你唱歌的意思对不对？知道。那你会觉得他的发音很难学吗？对你来说，发音，比如说你刚刚说模班两模班就是像这样的发音，这样的 pronunciation， 对你来说，你会不会觉得很难？有它的难度，可是我觉得比起可能闽南语比较，对我来讲比较快，我比较快可以 get 到，比较好学习。然后你是用罗马拼音，罗马拼音，对。所以，例如说，你还有学另外一首歌叫《勇往直前》，勇往直前跑，对不对？是吴胜志老师的歌，没错。这首歌曲你也很喜欢。哇，这首歌很喜欢，因为它的曲风其实很前进，虽然可能30年或是好几年前，因为他是当时在流行音乐界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在台湾真的很厉害。对。可是这首歌，特别它的副歌，对。我大概花了2个礼拜的时间，每天在练，因为它就是有点饶舌，很快，饶舌的感觉。那可是我的个性，我一定要练好，我要可能比其他客家人唱的还要好，我就是一定要很准。你看，大家有看到一个新歌吗？我要唱的比客家音更好，唱的比客家还要好。哎，等一下有机会稍微看到，我已经听到一下，所以抢台开始聊哈，立马才你等下再那个。东方喜做的绕墙头围着那度聊片，你收听节目讲到去闹热大绿推从歌曲从么？所以这个你选的那一首歌曲啊，所以听说你一开始是自己学，然后后来你给客语老师听的时候，老师觉得那时候那个小菊老师他听了就说。谁叫你的？这个发音不行，不对。真的。他就重复一句的来，非常用心，非常认真，非常好的一个老师。然后我就想看老师这么认真讲，我一定要认真学。然后就好把这首歌学完，大概花了2个礼拜的时间，真的很难呢。因为我可能以为I got it， 放个音乐就就舌头就咬舌头，真的很难。对，你选了一首很难的歌。第一，你要客家话，你要先学客家话，对不对？第二，那首歌词很多，真的，然后很像 rap， 就是很快，对。然后你并不是，然后你还要唱，对，然后它的节奏也很快，这样。但它是吴胜志老师很好听的一首歌，对，所以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所以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为什么选？对，好像在应该是老师推荐的，对，朋友推荐的，没错。哇，这个就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能不能？如果我可以的话，好，其他客语歌一定可以唱。我也觉得，那现在客家还有很多不同的歌曲，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真的觉得可以多听。对，应该还是有很多客家歌手。有，对，比如说像那个闹热大旅团，刚才你上那个节目的那个主持人吉娜 ，She's very good， 她非常棒，她声音很美。对，她每次唱歌，我都以为我在听 CD， 鸡皮疙瘩。对，她，你知道她很 powerful， 这样很有能量。她是有得奖过吗？那就是金曲，对，金曲歌后，对，所以我也。每次说到吉娜唱歌，我心里也是觉得哇，吉娜真的是很棒。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看到你跟吉娜一块唱歌，一定有机会的。好，所以刚才台家堂都也是很支持闹热大旅推该节目也是些从该客家歌曲，所以其实非常难得，不过然后呢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学。其实之前跟吉娜有一次唱过一首歌真的。落水天。落水天。对。哇哦！所以你会唱的歌超过3首，有超过，大概有6首，有6首是不是？哇，很棒哎！对，因为你说你很喜欢这个，就是蛮喜欢客家文化、客家歌。我觉得客家歌在这几年，因为非常多的客家歌手撒种，对，那现在都慢慢的长大，然后开花结果了。我觉得欢迎你加入客家创作的行列，这样。不过在这边我不免俗要问一下比较老派的问题，那你喜欢吃客家菜吗？喜欢吃过，因为我刚刚有一个，你刚刚是有点结巴，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客家人，然后
那时候是过年的时候，他就带我回去他家里在走廊。哦，左兰。然后他妈就准备客家菜，特别印象中是那个萝卜糕，客家的萝卜糕。我说这是萝卜糕我吃过，他说 No， 你没有吃过客家的那个萝卜糕。你可以说出不一样吗？它的口感不一样。好，我觉得客家的萝卜糕的特色就是它有比较浓郁的单纯的客家的萝卜丝。就它没有很多，还是你在左兰吃的萝卜糕有很多别，但它没有肉啊，它没有什么，它就只有萝卜。对，就是客家的萝卜糕就是只有萝卜，没错，很简单。很简单。那像港式萝卜糕就会有肉啊，可能有一些香料啊，葱啊什么的。但客家萝卜糕就是白色的，然后很纯净，只有萝卜的香气这样。很好吃。OK， 好，其实客家还有很多客家菜，那你有吃过姜丝炒大肠吗？没，你敢吃吗？一般人都不太敢吃姜丝炒大肠。它很像内脏的那个味道香吗？还是不一样？对，它就是一个内脏，它就是大肠，但是没关系，它非常的酸，因为客家的姜丝炒大肠会加醋。哦，对，就是 vinegar， 对，所以它就是很酸，很不一样。对，下次吃吃看。好，不过基本记都有俩哈，难免所以考记一下客家。不会考记不会摸，我觉得他们给我了这个说要考你这个客家话，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应该会压力很大。不过因为这个可能都是在歌词里面的，OK， 所以可能你不要压力太大。你像很像现在是考经济学是不是？没有，没事没事。对，这个很简单，可以分享一些小故事。我先打开第一页哈，用心朋友，你觉得会考什么呢？第一个，中文叫没钱，没钱。你的客家话用得够吗？你知道客家话会怎么说？挡钱。某钱，对不对？是不是有学过在客家本色？为什么要某钱？为什么你好客家话好某钱？也不是，因为他在重构改地图有这个你有什么小故事可以分享吗？没钱这件事情没钱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因为就是表演类我们就是没有开放，所以没有演出。这段时间是蛮辛苦，差一点其实要回国，要回家乡，因为这快活不下去了。然后这段时间还好，就是有一些朋友或者是我还有机会可以在线上教英文，我还有机会留下台湾，不然真的今天坐在这里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觉得疫情的那3年几乎是全球很多东西都是几乎 shut down， 就是几乎都是没有办法，对不对？好，其实那3年真的很多人过得很辛苦，其实尤其是像是在目前的表演人员，对不对？演员啦、歌手啊，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去，没有办法有活动。好哦，可是刚好是虽然某钱，我就是让你真的课语学很快耶，你就记住了是不是？你说虽然怎么样，再说一次，虽然说某钱，然后呢，就是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就是往心里去，然后去创作。所以我刚刚在疫情期间，我专辑很多歌，我在那时候这个期间开始写的。所以你看，凡事相互效益。我的意思是 ，you never know，right？ You never know。对，然后因为某钱，所以就有了创作，然后就有了这个新的撰写班永英。好，唱歌，你想想看。冲狗，有想起来对不对？冲狗，你们会不会很坏，在这边考伟哲客家话？可以。好，冲狗，对，冲狗也是你的故事，因为你喜欢冲狗，对不对？从小就喜欢唱，对，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特别分享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意识到开始唱歌，是因为我后来大概10岁就加入教会的合唱团就在里面开始唱歌，哇！然后就是开始习惯在舞台上表演跟演出。那从那时候就这个越来有这个自信，我相信我会唱歌，因为很多时候你觉得你会唱歌，可是你没有被大家的认同。那如果你有老师，或是到学校，或是其他的同学都一起热爱音乐、热爱唱歌，你越来越有自信。然后在合唱团的里面的那些人，大家很期待我的 solo part。really？ 对，很期待我哪一天可以站出来唱，都代表你声音是比较特别、比较有特色。因为如果是if you always in the bunch， 你没什么特色，就是跟大家一起那。所以你那时候在唱合唱团的时候，常常被老师叫出来一个人 solo。一个人 solo， 对。哇，
你看这个脸，开很心，骄傲吗？不 good。然后我觉得很棒，因为我觉得成为一个歌手或是创作者，其实肯定是你一定是很有你的才华或是你的能量，只是有时候需要机会。然后有没有一个 good timing， 然后被大家看见？对，不过我可以了解你的感受，这样子。来 ，whatever， 总而言之，我们还是要去试试看，去努力，对不对？早上也是走宽呐。而提上，那讲的嘛改呢？这个连永燕，你是不是唱用了之前跑？对，所以就是，对，就是你个勇往直前跑，对，好哦，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要问你什么，好，就这样而已吗？哦，没有，还有最后一个，出专辑，哇，这个考验我，没有，这个就是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接下来出专辑应该也是你接着很想做的事情，对，可能就是在这张专辑之后，对不对？准备下一张专辑，下一张是可以怎么讲？出转型，哎呦，这个吼，我跟你讲，我突然觉得是我阿里青苔啊，你知道，我还带了他嘎给撕掉啊，你毛因为你知道，就是如果我教他教不好，我在这里就完全没有面子，没面子，对，因为伟哲会很认真的，我们讲怎么说，杨英讲，对，然后就这边让台尬来讲一下，就是你知道这边有一个客语字典。你第一次看到这个，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里面其实不是那个罗马拼音，可是在这中间有很多的英文字母可以让你学。对，昨天本期来好聊，他尬不用英讲。哇，对，我要买。好，你要买是不是？还是要送我？可以，我去找一本新的给你。他刚很认真，你讲给我卖耶哦。好，说到这里，其实我们要谈一谈婚礼歌手，对不对？其实你唱了多少的场，你有印象吗？我没有算过。你觉得我的意思是大概应该有maybe 100场。哇哦 ，OK，我觉得有，因为已经可能6年差不多，所以应该有这么多场。好，到披萨界婚礼咧，从歌曲听出有动感同应该故事，一定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我要请大家先聊，好，我们等一下来聊一聊感动的故事是什么。大家先聊下，你等下怎么讲？到半夜昨天绕墙头伟哲那种节目地读到台下在打嘴鼓，哇，公共感世界要去打嘴鼓，会觉得说哇，这个音乐或是就是好像是你与生俱来的一种能量哎。对，就是你的感觉上，你身体的每个细胞就是跟音乐很有关系。我觉得音乐好像是就是你的灵魂的沟通方式。对，你一天24小时里面有多少时间是在想音乐这件事情，或是会有一种节奏也好，然后哼唱的这种感觉？就 always， 我睡前可能会放一些慢的歌，然后起来，可能如果想要就是提升一些能量，就放一些快歌，然后开车也是播放歌，所以你可以听音乐，你就一直听音乐，一直听音乐。好好，我是运动的时候也会放音乐。OK， 就是都在我的身边，围绕着我的身边。好，那你一天里面或是时间，你什么时候会创作？我觉得你的创作，例如写歌啦，或者是写曲。我以前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突然来的一个感觉，一个灵感，然后或者是可能跟朋友就约好时间，我们就没有什么目的，我们就看看今天能不能发什么样的歌，对，因为如果是很刻意的，我今天要写一个 R&B 的什么，很多时候就有时候是一个感觉，对，好，那你常常跟朋友聚在一起，你刚说创作，你最常跟朋友在一起做的事情是什么？除了吃饭，吃饭看剧，就追剧，追剧就创作。开玩笑，因为刚刚说到灵感，对不对？其实你的音乐创作的灵感的启发，跟你自己家乡的音乐很有关系，对不对？就你自己，就你们家乡的一些音乐啦，或是舞蹈啊什么，其实对你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在森林学这个环境，因为可能很多文化的影响，因为以前也是被英国
殖民，法国殖民， OK 然后美国的军人也是到来我们家乡，所以我们听的音乐非常广。OK 所以小时候我们听country music， OK 雷鬼dance hall，抒情all the types of music， 没有，这当然没有中文，因为还没到。可是，所以我这张专辑就是很自然，就是我把很多不同的风格串在一起，然后刚刚也造这个机会跟很多不同的人一起创作，比如说其中有一首歌跟黑龙那个 YouTuber 跟他合作一首Afrobeats 非英音乐的一首歌，就是我觉得音乐就是一个代表我们的热情，就像台湾或是客语人，像很多不同的风格，音乐的风格也是代表客家人，就是一直在接触到不同的音乐，不同的灵感，就像我讲，音乐就是一个灵魂的一个沟通的方式，就是出声的方式。是，那你觉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点在你家乡，例如有没有比较传统的音乐，或是比较专属于你们自己？有比如说，因为他不知道我会问这题。对，没有觉得好 ，OK，1 2，把莫呀提波，得提波，抓提波嘟嘟，把莫呀提波，得提波，抓提波嘟嘟，把莫呀提波，得提波，抓提波，把莫吐槽你铺苏拉杰切莫。好棒哦！你可以跟我讲你刚唱些什么内容吗？你不用讲全部，我刚刚讲的语言是我们就是第二个语言，就在我们家乡，然后它是克里奥语 Creole， 然后这个歌词就是在讲说 Give me a kiss， Give me a kiss to warm my heart。对。好酷哦！这个歌在你们那边，就是它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知道，真的没错。哇，所以如果我把那首歌学会。我们会吓到，我不家乡人看。我现在也要开始做笔记，然后写那个注音，把它记住。哇，好棒哦！我觉得这也是 OK。你看，你刚听了非常多的音乐，也受到了非常多西洋音乐的影响。那当然来到台湾，你也会重新再认识一下，就是台湾的流行音乐是什么。然后现在再回到认识客家的音乐，而且你刚才唱了，比如说像你分享的吴胜之老师的歌曲，吴胜之老师在那个时候那么久以前，他就受了西洋音乐的影响，所以他其实那时候也把西洋音乐带来在这里，然后跟客家做结合。所以我觉得这个音乐的交流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你是怎么样？你要唱歌了，是不是？你刚才讲的是客语，然后流行的。我今天要做一个 R&B 版本的一个罗水田，想不想听？掌声欢迎！好，罗水田，落水田，落水落到那个身边，有莫擦落，有莫连落，讲点太落，真可怜哦。我有起鸡皮疙瘩哎！天哪，就是你的那个共鸣，会让我觉得你的声音感觉上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来。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对，所以好险我不会唱歌。确定吗？不会唱吗？我确定不会。挑战一下啊！我觉得这个太棒了哇！我觉得你这样的诠释真的很不一样。我觉得我越是这样，我觉得你更应该要在你下一张的专辑，就是 After Departure 之后，要有一个新的多元的各种歌曲在里面，好不好？期待跟祝福，好不好？没问题。台港耳朵鸦片呢，来到这边大概就是我们有一个单元叫又不会嘎嘎拱，你知道这个单元就是我问你问题，你不可以想，然后赶快回答我。有话快快说。对，有话快快说，就是一个很有压力的单元，就是不能想很久。好，你准备好了吗？OK。你不知道题目吗？对不对？不知道题目。好哦。第一题，请问你会后悔曾经后悔来台湾吗？1、2、3，有。好，什么时候 ？Why？ 什么时候 ？Why？ 可能就在疫情的这种期间，就觉得卡住了。Why I'm here？ 对，就是可能觉得哇，如果刚好我毕业之后赶快
道别的国家啊！对我在 COVID 之前我就先离开，对，先离开，我就不用这3年在这个地方，对吗？可是就是回头想，就是没有啦，It's part of the journey， 就是好可爱，我说没有啦，其实就会非常非常开心，不是开心，是 appreciate 有这样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很重要，当然不是每次不会是快乐的时刻，还有一些低潮的时刻。可是，在那个低潮的时刻，你是可以找到可能规划或是真心的原因，或者是更了解自己，然后更找到你的热爱。所以我觉得没有后悔，是很棒啊！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没有那3年，对不对？很多人都没有那3年，对 ，you know， 就是大家也都在那个状态里，然后你反而在那段时间，其实你沉淀自己，然后你更加认识自己。没错，我的感觉是这样，对。而且很谢谢有留下来，因为才有像今天的这个机会，在来电的节目上跟你聊天，是不是？对不对？生命有太多无法预期的事情，吼，对。好的，好，第2题，如果你不当歌手，你会选择什么职业？就是做什么事情？我会选择当主播主，就是广播主，就 YouTuber 啊 ，news like news。我小时候看新闻，我就想说，我长大我好像就是 in the headlines， 对，我很想 breaking news 啊，真的，对，哇哦，提供给我做歌手，其实会做新闻主播，哇，因为小时候我可是你念经济。然后唱歌，然后他如果没有当歌手，走新闻主播，很棒。人有梦想而伟大，对，就是想要。我觉得梦想是你就是要去想象，对吧？很棒哎。因为小时候其实高中毕业之后，我有1年的时候，在一个电台是有当广播主，然后就觉得很好玩因为就是我的主题是就是征服观念，所以征服很多一些无聊的事情，可是你要写的，然后要讲的很 amazing， 很浮夸，我觉得蛮好玩的，很有趣哈。好，这一题有点难，所以你不可以想很久。好，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你这辈子最孤独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最孤独就是最 lonely 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可以说没有啊，没关系。或是你可以说 you feel lonely all the time， 你可以随便都可以啊。最孤独，动斗西街独头曲都动故戏啊。我觉得孤独这个，所以我说这题很难，对，很难，因为我不觉得孤独是一个不好，或是一个难受的感觉。我觉得你如果没办法好好跟自己在一起，你怎么跟别人快乐？很好。所以在很孤独的时刻、很孤单的时刻，我可能会就是更了解自己为什么你有怎么学习跟自己相处。对，为什么有现在的感想，然后要去怎么改变？因为对啊，孤独蛮好的，对，蛮好的。因为我算是一个社交 butterfly，所以有时候我其实蛮期待 alone time，所以我觉得还好，对不对？我是常常觉得很孤独，但是我没有觉得不好。好哇，所以今天真的很谢谢伟哲可以来，然后你看先到大家的讲哈，其实大家走对豆都关注一下伟哲的动向，因为今年他会跟打帮你会有一个演出，对不对？好，所以大家可以关注。在10月5号，赌信念处5屆時節要按個屆演出，3年下個機會要當到冇可能嘅發同，為了大家的分享，所以大家多多的關心啊。谢谢伟哲今天来到这边，然后也祝福伟哲。然后如果有新的这个消息，也让我们知道，好不好？好啊，那今天很感謝偉哲，謝謝。好，聽下你所有嘅鄉親朋友，已經向下邊做認同了。校群復習類咧節目嘅鄉親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簽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